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启用87档，到达大约有2000多人为桥顶跳落去行底路，所以当地是开68亿的代票去安全设施。最近这保护的闸网已经绑好势啊，希望会当减少跳桥死亡的人数。旧金山金门大桥的自杀防护网这时阵开始发挥作用，不止杀一条一条拍成自我了断的性命，也忘掉这人或者是家属最后希望，一个人活来都是给家己一个机会。There's a deterrent there visually. It can stop a lot of people from jumping. 金门大桥是一个伟大土木工程，横跨太平洋。旧金山湾也是一直以来想要组织的人用来结束生命所在。伊在1937年启用，到今嘛已经超过2000人伫遮跳落去。真侪父母贴心以外，20多年来找找解决方法，加装防护网，希望好最后的后悔拢会付。Because once they get there and they see it's there, they're going to go, well, I can't do this. Let me go find another method. You know, you only get 4 seconds, and they've already changed their minds. 自杀防护网工程延前真侪摆，2014年核准经费7600万美金，不过预算一直增加。2018年启动工程已经是官方批准10年了后，2022年建设成本已经将近2.07亿美金。主要是伫2.7公里长的金门大桥两边加装6公尺宽海运机白铁网，会挡歹天气、海水雾气甲强风。在伫车顶的车是看袂到。管理大桥的官员表示，落在网中有缘可能受重伤。根据研究，大部分自杀幸存者拢未阁有想要自杀。公司新闻恩文宁报道。